大家好啊！咁喺我眾多嘅以連華手錶之中啦，亦都有好多款係擁有自家機芯嘅。咁喺自家機芯入邊啦，我都特別中意呢一隻3030機芯啊！同大家講呢一款嘅3030機芯有咩特色啦？佢基本上係一副好薄嘅自動機芯，連埋 Big Day 就有48小時嘅 Power Reserve 啦，24石啦，28800轉嘅。除咗有個大昌日曆之外，佢本身連嗰副機芯本身都係弧形嘅，所以咧襯落呢一個弧形嘅錶面同殼係非常之貼手啊！戴上手嘅時候亦都令到佢顯得都係好薄嘅。呢副3030機芯咧，可以追溯到1974年啊。其實佢係用一副1974年嘅1505機芯咧，再改嘅，佢就係喺2006年啊，將嗰副1505機芯就改成今時今日你見到嘅依副3030機芯啊，係非常值得擁有啊！點解咁講呢？大家都知道出邊啊，如果係啲自家機芯嘅價錢其實都好昂貴，因為最主要佢哋有研發嘅費用啦。所以呢，通常一講到自家機芯啲價錢都係唔平嘅。咁呢副3030機芯用咗喺呢一款嘅以連華入邊啦，當時嘅定價都要4萬幾蚊啊。OK，有鋼標同金標啦，兩個唔同嘅物料啦，亦都有黑面同銀面嘅。金標唔使諗啦，大家都知道，舊年我一推出呢一款以連華嘅大昌日曆3030金標咧，基本上係都沽出咗超過100隻嘅，買到嘅標迷真係非常恭喜你啊！因為今日嘅金價，淨係呢個金殼同埋呢一個金扣啊，已經值回票價。我哋都磅過呢一塊金片啊，都值5000幾蚊啊，真係唔係講笑所以咧，當時買到呢一隻嘅以連華大昌日曆金錶咧，真係恭喜你哋啦！呢一隻鋼錶其實亦都非常值得擁有，因為點解呢？雖然個公價係4萬幾蚊啦，我係幫大家爭取到一個超筍價，係講緊13000蚊可以擁有呢一副以連華嘅3030機芯啊！賣完應該都好難再揾啊，因為今時今日再生產呢啲機芯嘅成本都好貴啊！喺利昌錶行仲有少量嘅貨啊，銀面同黑面啦，鋼帶皮帶啦，不過我自己覺得呢一款嘅懷舊錶其實配皮帶就比較適合嘅，成個 vintage 嘅 feel 都出晒嚟啊！我都非常喜歡，你睇佢依塊面亦都係弧形嘅。OK， 有時間今日可以落去利昌錶行揾華哥啦，睇下呢一隻弧形嘅3030以連華自家機芯，13,000蚊超值。